凛冽的寒风呼呼吹着，花莲港边的凉亭里却有画家取材写生。吹北风呢会冷吗？吹北风了会冷吗？会，这里哦，这里风好大哈。是啊。要俾风动猜，吹北风哎，会寒吗？会冷吗？很冷，很冷。很冷。10度低温怎么可能不冷？饶国权作画的当下，顶着的不只是风，还有艺术家的寂寞。你画画它是一个很不容易走下去的路，所以你这个过程里面要不断的给自己有一些学习啊，一些心境上的一些转变，才有办法持续的做下去。就像笔下的油画，阴暗的天依旧有明亮。饶国权说，当下的感动都会在画里，透过色彩笔触真实呈现。我觉得我跟这个环境整个是融合在一起的。只有这样子，我才觉得我是踏在这个土地上面，跟他们站在同样的一个生命里面。喜欢土亲人亲的真实情感，所以花莲客家子弟的饶国权特别爱画家乡。这样的方式应该是可以去呈现一些什么，给对这个地方喜欢，或者是未来能够来到这边的人能够看到。即使是西方的一些大师，他也不能够来到这边画。这个景要有在这个地方长时间住在这里的人，才能够来做的。我站在你未必到得了的地方。画家的创作立足点有着浓浓的家乡情缘。吹北风诶，會寒嗎？吹北風誒，會寒嗎？